DJ 啦，整翻個燒烤趴，開埋香檳。哇！呢啲先叫享受啊！入到12月份啦，最適宜咧，梗係去峴港玩別墅遊艇。喂，南哥有冇啲高端嘅玩法啊？峴港遊艇別墅 party 你玩過未？嗱，首先嚟講啦，我哋去到12月份咧，去峴港非常之一流啦，天氣唔算太熱啦，我哋可以整翻啲私人遊艇。4個小時，上邊咧有2個房間，可以出海釣魚、游水、充氣滑梯，樣樣俾你玩足晒。傍晚咧，亦都可以安排翻我哋最頂級嘅海邊一線嘅頂級別墅啦。裏邊咧有私人泳池，望住個海，自己喺上邊暢泳。晚上可以安排翻我哋私人嘅廚師啦，整翻餐頂級嘅越南地道晚餐，再加上電音 DJ 啦，整翻個燒烤趴，開埋香檳。哇！呢啲先叫享受啊！整翻個4日3晚喺峴港，絕對滿足晒所有老細嘅需求。提前一定要揾南哥咧設計翻個頂級嘅路線啦，一定包大家玩得開心、玩得放心。如果要過嚟玩咧，記住啊，先點關注先。如果唔係日後咧刷唔到南哥咧，唔知點過嚟玩㗎啦。